再來看法務部的調查局今仔公布，去年12月抓到一件毒品的走私案，查到353公斤的 K 他命、281公斤的海洛因，價值103億，是有史以來上大件。行政院長杜英泰嘛強調講，毒品氾濫，所以準備要透過修法來加重刑責。點發財，點賺，要幾錢啊？點發財。海巡人員佇真歹海上中執法，甲停佇咧琉球市西南邊海域進行毒品交運的屏東漁船添發號38號查落來，閣講起哩，共查到353公斤 K 他命，共281公斤的海洛因。這毋但超過這3檔海洛因掠到的總量，閣創下海洛因查到量的上懸紀錄，市值高達103億。尤其是年輕一代受到毒品的一個威脅，所以我們無法想象這些毒品如果流進了一個市面，那這個後果是不堪設想。這是法務部調查局去年12月破的走私案，開2檔半的時間，將額大量毒品為緬甸出來，經過寮國、泰國出海，過程中還有美國緝毒署提供證據協助。Drug trafficking does not respect borders, and our ability to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from the impacts of drugs relies on the strength of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What we celebrate here is proof that strong partnerships produce strong results. 行政院長杜英泰指出，面對毒品氾濫問題，各單位共同聯防，為源頭打擊掠外，行政院嘛透過修法加重相關刑責，遏止不法。不管它是製造、運送、販賣，乃至於持有，包括電子煙等等的刑具，都提高了刑責。我們會一個禮拜快速的來提出，希望提出之後，立法院能夠迅速的審議，讓刑責提高，範圍擴大。也能讓我們在最快的時間內真正落實打擊毒販。啊，那近期毒駕事件不斷，杜英泰表示，行政院已經提出修法草案，希望建立司法防線，賣為裝備訓練等方面全面提升第一線執法人員的安全防護。記者綜合報道。